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英国有一项影艺学院的电影奖，这有英国奥斯卡之称。这个月11号要来举行着颁奖的典礼。今年的终身成就奖要颁给咱台湾的导演李安。李安嘛是头一个华人摕到这个奖项。李安透过助理向外界表示感谢之意，嘛对这个泰罗过号败马受难者甲家属来致上着慰问，而且大家爱保重。2013年参加奥斯卡颁奖典礼，李安当时宣传《少年派的奇幻漂流》得到最佳导演奖。这摆李安得到恭喜英国奥斯卡的英国影艺学院奖、终身成就奖，嘛是华人史上第一位。1999年指导《卧虎藏龙》，李安头一摆入围奥斯卡奖。当年无人知影这位亚洲导演到底是啥。7年了，搁一摆来冒走的是最佳导演奖。李安常常伫奥斯卡摕到奖，嘛摕过4组奖。李星与感性摕到最佳影片，断背山和少年派摕到最佳导演，这摆摕到终身成就奖。李安嘛透过助理表达感谢。伫这困难的一年，感谢英国影艺学院予伊这个鼓励，心内感觉真温暖。另外，伊嘛向台湾泰鲁国号败马受难者致哀，向伫花莲不幸受难的朋友慰问，希望大家保重。李安伫演员导演界是一粒星，甚至是影坛的奇迹。这摆变做头一位华人导演得到英国奥斯卡的肯定，会使讲李安真正是台湾之光。